环保署明仔载要召开为伫基隆第4天然气接收站的环评会议。早起有环保团体去环保署抗议，因认为讲台湾根本就无欠电，政府却一直要起电厂。因认为讲第4天然气接收站根本是无必要开发。非常不缺电。提出台电官网的电力相关资讯，环保团体认为台湾无欠电，不过政府却一直要起电厂，佮加超价的电价，也佮无合理的亏损，会阻碍高耗能产业的节能发电。成本嘛是3.8985，然后去年只卖了2.7246元，不缺电，但是又不敢涨电价。这个电价，尤其是对高耗能的产业不涨电价的话，它其实没办法去做节约能源。要毁掉我们基隆非常重要的生态海域，而阻碍了我们台湾科技之岛对于节电技术的快速发展，以及公民电厂的全面发展。中南部款团联合声明支持基隆反四接行动，佮呼吁其他团体莫利用中南部对气癌的惊吓造成区域对立。佮点出政府正前讲要起3接，北部都未欠电，不过即马佮讲要起4接，这根本都是假欠电。没有4接，北部会缺电，但是呢，3接盖了之后，证明还是缺电，假缺电，所以要4接。充满智慧的台湾人，他们不会让你们得逞，所以你们用了一个很卑劣的手段，没收公投。环保署表示，初次要召开协和发电厂更新改建计划的宽频延续会议，会依照5月初审会议登记的团体、民众照顺序发表意见，各界会当用书面意见的方式来提供审查参考，同时也呼吁爱理性表达意见，留予宽频委员客观审查的空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